咁啊，翻嚟呢一個住家財經嘅環節啊嚇。嗱，今日講咩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馬會，咁啊，亦都開始其實都開始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啊，加入呢一個嘅即係沽鋪嘅行列啦。咁啊，講緊係咩咧？講緊係佢持有39年啦，即係呢一個塘尾道一個嘅一個嘅即係自己擁有嘅物業啦嚇，或者叫零售鋪啦。咁啊，用呢一個嘅5100萬咧就去賣咗嚇。咁啊，賣完之後咧，其實咧成件事咧，大家就會諗緊一樣嘢，就話馬會都出嚟賣鋪，係咪有啲咩啟示咧？嗱，咁啊，今集嘅內容咧就最主要同大家講下呢個馬會都加入呢個賣鋪嘅行列啦嚇，好似麥當勞咁賣鋪啦，同埋佢除咗賣緊呢一個塘尾道之外，仲有尖沙咀上環嘅其他嘅物業咧，都一樣喺度放售緊嘅。究竟馬會即係本身一個好需要有零售鋪面嘅一個嘅組織咧，一個單位咧，佢都加入賣鋪，咁究竟有咩啟示啊？好啦，嗱，咁啊先睇第一幅圖啦嚇，咁啊大家見到咁嗱。呢一個咧就個新聞內容啦，即係同大家望望先啦。其實呢一個咧就係馬會揸咗差唔多成40年嘅旺角塘尾道百勝大廈舊嘅投注站啊。嗱，上個月咧就係用5100萬咧就去易手啦。咁啊，物業咧就包括係地下5號鋪同埋1樓嘅。咁啊，面積咧大概6619平方尺啦。咁平均尺價咧大概係7705蚊。咁啊，買家咧就係一個嘅據報道啦，就係一個宗教嘅團體咁樣。嗱，咁當然咧，即係每一次咧聽到呢一個嘅馬會賣鋪啊，市場就好容易出現咗兩個幾極端嘅解讀嘅。第一個就話連馬會都要賣資產啦喎，係咪等於佢缺錢咧？咁當然呢個大家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啦，馬會係唔會缺錢嘅。咁第二個啦，第二個係咩咧？就係連馬會都賣鋪啦，睇淡啦。咁香港嘅零售商鋪係咪已經玩完咧？李根興咁點算咧？即係啱啱先話俾大家聽，佢嗰個贖回潮已經去到呢一個嘅應付得七七八八啦，八八九九啦。咁係咪又有機會有新一波嘅即係贖回潮咧？嗱，呢一單交易咧，真真正正值得研究嘅咧，唔係話馬會係咪睇淡香港，而係本身馬會一個揸咗成39年，持貨成本好低、財力極之雄厚嘅一個組織，都開始要去賣佢嗰個嘅物業而同一時間仲有幾個喺度放售緊咧，都開始賣嘅物業嘅時候咧，我哋要講緊一樣嘢，就係個世界的而且確係出現嘅一個轉變嘅。咁包括啲咩轉變咧？嗱，我哋一路望咧就講咗俾大家聽先啦。包括係話嗰個嘅實體嘅零售鋪嗰個嘅功能係會改變啦。第二咧就係話呢一個以往你靠一鋪養全家、一鋪養三代嘅童話或者叫神話啦，就開始破滅咗嘅。好啦，嗱咁我哋繼續睇啦。嗱，本身咧嗰個睇翻個交易本身咧，就係百勝大廈呢一個鋪位咧，就1987年嘅時候咧，大概用700萬買嘅啫。咁本身咧就長期以嚟咧就係一個嘅投注站嚟嘅，一個投注嘅即係一個嘅地方啦39年之後咧就終於賣咗佢。嗱，帳面咧就升值成4400萬啦咁樣，大概係當初咧買入嗰個嘅7倍幾嘅。嗱，呢度我哋一定要睇翻一樣嘢咧，就話雖然係售價係即係當初嘅7倍幾啦，或者叫升值咗6點幾倍啦，係即係呢個係起碼話俾大家聽咧，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就話馬會係用一個非常之低，即係700萬嗰個嘅成本係去買翻嚟嘅。咁但係我哋要開始問嘅問題就話，點解你700萬咁低成本嘅，喺今天去賣咧？咁你今天賣，喂，你39年嚟咯喎，經歷咗咁多風雨咁多風浪，你都冇賣過，咁點解39年之後買咧？咁當然除咗係呢一個嘅地產周期之外，仲有其他嘅原因啦嗱，好啦，我哋望埋一樣嘢咧，就話嗱，低成本即係以往你見到呢個表咧，就話馬會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嘅單位嗰個嘅低成本價格，嗱佢亦都係好多嘅，可以同大家唔怕同大家講啦。馬會一路以嚟咧揸住嘅物業咧非常之多咁而佢多到點咧？咁你可以望到一個嘅數字，或者而家望住個表啦，咁你可以睇到咧，其實成個馬會佢自己嗰個嘅鋪頭即係同一時間賣緊或者過去賣咗嘅咧，就包括係粉嶺嘅土地啦揸咗成95年添嘅。咁呢個咧就早排即係早1-2年咧就賣咗㗎啦。
早段時間賣咗啦嚇，唔止1、2年添咁樣。咁咧就另外就灣仔金利大廈嘅，亦都係揸住33年啦，亦都賣咗。咁啊旺角啊，即係或者叫大角咀啦，百勝大廈就而家呢個講緊咧39年嘅，咁啊700萬賣啦。咁啊大角咀嘅好世界洋樓咧，亦都揸42年咧，211萬成本咧，就3950萬賣嘅。咁你會見到咧，真真正正俾人一個信號係乜嘢咧？就係其實佢咁低成本嘅都賣啊。第一，第二就係話佢嗰個嘅即係雖然佢嗰個鋪頭係個賣嘅價係幾高下，但係唔等於個租金回報係好理想嘅。咁第三咧就話，似乎即係用一啲嘅資產換翻現金，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做，仲更加好啦。第四就係話，其實你都有機會嚇。即係亦都大家放大鏡咁放大嚟睇咧，就係其實有機會嗰個嘅物業市場或者零售鋪嘅市場，尤其是香港零售鋪嘅市場，似乎的而且確走緊一個嘅即係轉彎點啊吓。OK，好啦，嗱咁當然啦，一路睇個轉彎點嘅時候，一路睇埋其他嘅即係一個嘅內容咧，就話俾大家聽。嗱，佢嗰個嘅即係以往一路講緊咧嗰個嘅鋪頭咧，尤其是馬會呢啲鋪頭咧，佢係好需要咧係一個嘅。有個叫所謂嘅面積嘅剛需嘅嚇，咁點解咧？因為你要諗下一樣嘢就話，佢呢啲嘅舊嘅投注站咧，佢本身嚇即係20年前、30年前咧，熱門賽事嘅時候咧，要好多嘅市民入去排隊去投注，去亦都嗰個鋪裏邊咧，嗰個投注站裏邊咧，有大型嘅顯示器啊，即係電視啊、投注櫃位啊、派彩櫃位啊、職工嘅地區或者解說嘅地方啊，咁咧仲要處理大量嘅現金。即係要儲好多，即係有啲夾萬喺裏邊添嘅，甚至乎咁咧呢一樣嘢係真係叫做所謂嘅面積嘅剛需嘅。咁但係今天咧，當你見到咧馬會嘅投注站越嚟越少，而大家想真真正正揦住張飛或飛仔去投注咧，其實好難嘅。咁取而代之嘅係咩啊？手機同埋網上投注嘅普及嚇，咁你會見到咧消費者唔需要咧，即係再每一張票去親身去投票啦，去排隊啦，咁而係。只要某啲嘅傳媒網站話俾你聽，今日六合彩有2億，咦？你望下2億嘅時候咧，你自己可能咧都忍唔住開一個網去睇一睇，係咪真係走去投注咁樣？嗱，大家一路見到咧，呢一幅圖咧可以睇到咧，就話俾大家聽，數碼化打破咗嗰個巨鋪嗰個嘅面積剛需嘅。咁包括係話即係以前啦，頭先一路講咗啦，排隊啊、顯示屏啊、即係顯示個 mon 啊，或者叫派彩櫃位等咧，係需要一個好大嘅面積嘅。但係今天咧，其實係要講緊輕資產嘅情況底下咧，唔需要再即係用咁大嘅鋪啦，唔需要用咁大面積啦。咁馬會咧係會選擇咧係賣咗嗰啲嘅即係鋪頭佢嘅。第二咧就係話嗰個嘅即係你有個鋪頭喺度，你亦都要俾好多嘅差餉，俾好多其他嘅相關燈油火蠟嘅東西。咁但係如果你用手機去買波買馬嘅話咧，咁其實唔需要就係呢方面，起碼租金燈油火蠟啊、人力成本啊嗰啲少咗好多。咁第三咧就話賣完呢個嘅即係叫做好低價買落嚟嘅資產嘅時候咧，可以賣咗佢咧，釋放一個價值喺度嘅。咁而嗰個價值咧，咁當然你話攞住完嗰幾千萬錢攞去做咩咧？可以再投翻去數碼嘅數碼化度、核心業務度、廣播或者叫做廣告或者打 marketing 都好，起碼將來嘅人咧就我睇唔到間鋪嘅，唔等於佢冇機會投注，反而佢投注嘅機會仲多咗好多添。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大家一定又係要清楚明白嘅。好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你都要睇翻咧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大家要以往咧打破咗呢個迷思就係咩咧？馬會賣鋪有另一個迷思就係咩咧？以往咧喺我哋嘅即係認知嘅世界裏邊咧，其實賣鋪咧大部分咧都係講緊咧呢一個嘅一鋪係養全家，一鋪就養幾代人嘅。咁但係今天咧，仲係咪可以一鋪咁養幾代人咧？嗱，跟住嗰幅圖咧，你會見到嘅，你會可以望到咧，就話呢一個神話咧就不在嘅嚇。尤其是咧，即係當你啲超級大業主咧都賣鋪嘅時候咧，講緊30-40年咯喎，佢成本基本上可以完全係零嘅咯喎，幾百萬、200萬嘅成本照賣。咁點解咧？就話袋咗落袋嘅錢先係自己嘅錢嘅，本身佢哋係唔需要有一啲嘅即係需要資金嘅壓力嘅，OK 嚇。咁反而今日咧主動換馬咧，主動換即係將翻啲鋪頭賣咗去換翻錢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嗰啲舊嘅街鋪即係佢價值開始
跟唔到佢嘅戰略啦，包括係話手機，包括係科技上面嘅發達，你再用啲舊式嘅傳統模式咧，係去做生意做唔做到咧？咁第二咧就係資產重組，第三咧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就話喂我有個鋪喺度，你都淨係益到呢附近嘅街坊，我投資嚇5000萬投資落去搞個 app，搞個marketing 等等，可能更加多人可以去買到投注到，OK，咁所以咧。反而長線嗰個樣嘢咧係仲更加重要嘅，而頭先亦都講咗啦，一鋪養全家，一鋪養三代嗰個嘅神話唔再啦，唔再出現啦，反而係大家而家開始轉向係咩咧？啲老牌家族開始睇翻啲投資回報啊，睇翻啲家族觀念啊，睇翻其他嘢咧，係多過再揦住個鋪咧同你死守嘅。OK，好啦，嗱咁當然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睇翻咧，其實馬會唔係冇其他嘅。即係唔係冇其他嘅單位或者其他鋪嘅，同一時間咧，佢都仲有啲鋪咧係講緊去賣嘅嗱，包括係以下落嚟咧，大家見到嗰個嘅鋪頭，即係呢個嘅馬會嚇，而家係放緊1億4000萬咧，係放緊尖沙咀嗰個嘅舊嘅投注站嘅，而呢個尖沙咀舊投注站咧，大家見到嚇咁一個位置就叫做邊位啦嚇，嗰個嘅角落頭位啦，呢個應該冇記錯係柯士甸嗰邊嘅，係亦都非常之大嘅。附近亦都有好多嘅飲食啊、火鍋店啊等等啦，興記嘅避風塘炒蟹亦都喺嗰個街尾嗰度啦。好啦，咁呢個咧就其實佢放售嘅價錢咧1億4000萬但係呢個咧就而家月租大概142000蚊啦租金回報率咧1.2厘即係換句説話咧，呢個係代表乜嘢咧？話俾大家聽，你再諗住嗰啲鋪頭喺核心嘅地段。就皇帝女唔休假嘅時候咧，對唔住啦。而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話俾大家聽咧，租金租唔到好多亦都冇人去用好多嘅租金咧，係去搶租你間鋪。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亦都係話俾大家聽，就算你叫價叫到天咁高都好啦，放盤時間超過2年咧，都係無人問津嘅，即係唔等於話你你叫價叫得高咧，就等於一定會有人去買你間鋪咁呢樣嘢咧，大家亦都要即係要搞翻清楚。好啦，嗱咁一路講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同大家講啦，就話成個嗰個嘅即係壓力就係嚟自呢度，而我哋亦都可以睇埋咧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啲嘅數字啦，可以睇到啦。嗱，你睇到官方嗰個嘅售價咧，其實嗱呢個圖咧就1999年就等於100啦，去做指標啦。綠色就住宅，紫紅色就係寫字樓，紅色就係零售鋪位啦。咁藍色就係分層工廈。咁我哋今日咧最主要睇咧就係紅色嗰個鋪位個部分嘅。嗱，其實成個嘅即係售價咧，你會見到咧，幾樣嘢都跌緊嘅即係呢一個嘅寫字樓跌緊啦，分層工業大廈跌得仲勁啦，零售都跌緊嘅。其實成個嘅重點咧，就話俾大家聽，當呢一個嘅即係成個嘅世界啦或者叫做成個嘅香港啦，都喺度不停咁進行緊調整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零售鋪咧，亦都係個價值咧回落得好緊要，亦都大幅咁回落啦。咁有得即係叫做好少少嘅係咩咧？係住宅，住宅咧叫做都跌，但係冇跌得咁誇張，或者冇跌得咁明顯。咁呢樣嘢咧就係叫做相對上叫做好少少。咁點解會住宅跌少啲，或者住宅冇跌得咁多咧？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租金上升，住宅嘅租金上升。咁嗱，下一幅圖咧，其實你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嗰個租金指數咧，綠色嗰條線咧，零零舍舍咧，住宅嗰邊咧係叫做升翻上去，甚至乎創緊新高添。咁呢樣嘢咧，我喺曾經有一集咧都講過嘅，就係你唔好諗住嗰個嘅住宅嘅租金升咧。就可以即係叫做等於好好表現啦，等於好好發展啦。因為始終咧，佢嗰個嘅即係租金係升，但係嗰個嘅售價咧冇升得咁勁或者咧佢點解租金升咧？就因為好多人嚟香港咧係採取一個臨時嘅考慮冇諗住長期置業，可能淨係讀書淨係做嘢，咁租金自不然升啦。咁所以咧，成個嘅馬會今次，即可以同大家講啦，馬會今次估咧一樣嘢咧就話，除咗佢嗰個嘅鋪頭即係大家唔應該再憧憬話，有啲巨型嘅鋪頭或者係叫做嗰個嘅喺黃金地段就等於賣得好。香港嘅商鋪進入咗收益率主導嘅年代，你賣到個鋪頭出去。租到個鋪頭出去咧，先至可以同你做一個嘅估值嘅，否則咧你好似馬會尖沙咀舊鋪咁，喂，就算你放1億4、放3億都好啦，你租金回報都係得1.2%嚇。
咁你放2年都係賣唔到，就係賣唔到。所以咧，高嘅售價唔等於高投資價值，亦都唔等於銀行咧係會跟住你嗰個放盤價咧去同你入帳嘅。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搞分清楚呢一樣嘢。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就短短地啦，好快咁同大家做一個總結咧，就話俾大家聽，因為好多人會問咗啊，就話馬會賣嚇有咩啟示？係咪等於你呢一個睇淡個零售鋪咧？唔係咁簡單。第一咧就係最重要咧，就話一鋪養全家呢一個神話咧過咗啦。大家即係因為咧揸咗成40年、90年、80年嘅人咧都賣緊鋪。第二咧就係嗰個嘅科技發展數碼化之後咧即係包括零售數碼化之後咧，其實再需要一啲所謂嘅面積剛需零售剛需嗰個嘅問題咧係冇咗嘅。第三咧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高收益年代咧，係要睇翻你個鋪放幾多價，唔係重點，而係你真係租到幾多出去先可以做呢一個嘅，即係先可以同你去丟或者去同你大家去講呢一樣嘢。咁啊，大家嗱呢幾個樣嘢咧，起碼大家咧要清楚知道唔係話單純地咧就話有一個嘅即係價值有一個你叫價幾多錢就等於幾多錢，或者唔係等於話你話賣就係銀行會同你咁樣估值嘅。咁即係一鋪養全家又唔得啦，巨鋪又即係嗰個嘅零售鋪又冇人要啦。第三就係真真正正要用翻嗰個嘅投資嗰個回報去評估翻嗰個鋪，而唔係你嗌幾多就幾多。好啦，今日短短地啦，今日就好快咁同大家即係去分享翻呢個馬會賣鋪或者麥當勞好多唔同嘅老牌嘅組織或者機構咧都賣緊鋪，究竟背後有啲咩啟示？唔係單純地睇淡個樓市咁簡單，而係成個香港喺度進入一個新嘅轉型嘅階段。好，今日講住咁多先，再見。